我哋常話母愛係偉大嘅，因為母親永遠喺度為咗細路犧牲自己。但係過度母愛卻又讓人難以言喻，甚至會將細路推向深淵。女明星狄鶯母乳餵養兒子12年，同仔同床共枕15年，直到15歲嘅仔有咗生理反應，先至不得不分床。除此之外，佢仲同個仔舌吻3個鐘，直至分決先至罷休。喺呢一期間，狄鶯仲經常向人哋炫耀自己嘅呢一啲豐功偉績。可最後就係呢一種畸形嘅愛，俾兒子孫安佐逐漸走上咗犯罪嘅不歸路。呢位母親俾個仔嘅愛究竟有幾咁窒息？狄鶯係台灣比較有名嘅模特，由於長得比較靚，出道便資源不斷，客串咗好多嘅電視劇，甚至台灣好多綜藝裏都有佢嘅身影。比如台灣著名綜藝《康熙來啦》，狄鶯由於靚，感情生活亦都係處處開花。不過佢嘅婚姻並唔係一帆風順，佢總共經歷咗3段婚姻，前2段婚姻最終都以離婚收場。呢一度讓佢陷入咗深深嘅自我懷疑中，直到佢遇見咗佢嘅第3任老公。喺佢嘅帶領下，佢好快走出咗自我懷疑嘅陰霾中，並順理成章嘅同佢結咗婚。呢個時候狄鶯已經40歲啦，呢個係佢嘅第3次婚姻，佢非常嘅重視呢一段婚姻，想要留低一個愛嘅結晶。但係畢竟已經40歲啦，係一個高齡產婦，懷孕對佢嚟講確實係一件風險好大嘅事。為咗老公，佢最終仲係決定放手一搏，開始咗佢嘅避孕之路。喺各種調理身體、尋醫問藥之後，佢都冇成功懷孕。越係咁，反而越係激發咗佢想要懷孕嘅熱情。最終佢決定將目光聚焦到咗高科技上，亦即係試管嬰兒。但係由於身體素質比較差，佢先後進行咗3次試管嬰兒嘅手術，都以失敗告終。最後無奈之下，狄鶯只好打消咗懷孕嘅念頭。但係就喺呢個時候，佢卻意外自然受孕啦。狄鶯覺得呢一個係上天對佢嘅恩賜，於是佢開始非常嘅小心翼翼，生怕自己出啲兒意外。為咗順利生下細路，佢嘅飲食起居都有專人負責管理。喺佢嘅努力底下，最終嘅仔安佐順利誕生。孩子生低之後，一家人非常嘅高興。狄鶯深知呢個孩子嘅來之不易，所以自打孩子生低嘅嗰刻開始，佢嘅慢慢溺愛之路便開始啦。由於狄鶯非常靚，安佐模樣亦都係生得十分緊俏，非常討人中意。為咗俾個仔一個完美嘅生活環境，狄鶯可以話係煞費苦心。從安佐出生嘅呢一刻開始，佢就成為咗狄鶯嘅全世界。喺狄鶯心裏面揾唔出比安佐更重要嘅人啦。因為聽講母乳餵養對細路仔係最好嘅，於是身為女明星嘅狄鶯放棄咗身材管理，開始親自母乳餵養安佐。一般嘅孩子喺1歲幾嘅時候就會開始斷母乳，養過孩子嘅都知道斷母乳呢個過程係十分艱辛嘅。但係狄鶯只見安佐鬧咗一次便捨不得了，就咁佢一直堅持母乳餵養咗整整12年。係嘅，你冇聽錯，係12年，亦即係話安佐直到小學快畢業都仲喺度飲母乳，飲狄鶯親自餵嘅母乳。咁樣嘅新聞，邊個聽到都會覺得係變態嘅程度，可係狄鶯卻一啲都唔在乎。生完安佐之後，佢唔理再上乜嘢節目，都會主動提到自己嘅仔，而且每次提到都係一臉嘅幸福，一臉嘅驕傲。對於對個仔嘅溺愛，佢亦都好中意喺節目上分享，所以網友嘅眼光佢絲毫不在意。對於安佐嘅所有事，狄鶯都係親力親為，事無巨細。佢無法接受個仔任何時候身邊冇自己，唔理係食飯沖涼，佢都親力親為。由於食母乳嘅習慣，仔夜晚瞓覺亦都唔需要撫摸住佢嘅胸口先至能夠入睡。但係隨住孩子一日日長大，咁樣嘅母子關係亦都越發嘅變得奇怪起嚟。狄鶯嘅老公同屋企嘅人都開始勸狄鶯試住放手，俾孩子變得自立一啲。但係狄鶯仍然係我行我素。由於佢經常喺節目上或者網絡上分享同埋個仔嘅日常，所以呢一段母子關係，廣大網友自然係紛紛指責佢變態，佔有欲太強。面對網友嘅責罵，狄鶯全當冇睇到，佢甚至仲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發佈咗一張仔摟喺佢懷裏面嘅相，配文千祈唔好俾我老公知道我有小狼狗嚟挑釁網友。咁樣嘅情況一直持續咗15年，直到15歲嘅安佐進入咗青春期，狄鶯先至喺老公嘅強制要求之下同個仔分床瞓。
雖然話已經分床瞓咗，狄鶯對個仔嘅關愛只增不減，佢誓死將母愛進行到底。關於個仔嘅日常飲食，佢仍然係親力親為，佢能餵嘅絕對唔俾個仔親自喐手。只要係佢覺得有營養嘅，即便係個仔唔願意食，佢亦都會硬塞進佢嘅嘴落邊，強迫佢吞落去。情意綿意累月嘅溺愛，讓兒子對佢有好深嘅依賴感。但係就好似係一個巨嬰咁，時時刻刻需要媽媽嘅關愛。即使係到咗呢個地步，狄鶯仍然唔覺得有任何嘅問題，佢依然冇辦法接受仔喺返學以外嘅時間裏邊離開佢嘅視線範圍。為咗保證自己同埋個仔嘅感情唔會變淡，佢甚至仲報名參加咗接吻大賽。呢一種比賽一般都只有情侶先至去參加，狄鶯同埋個仔喺呢一場比賽裏面就好似焦點咁嘅存在。不過狄鶯好係享受呢一種狀態，佢同個仔整整舌吻咗3個鐘頭，直到幾乎快要分決咗先至鬆開彼此。狄鶯對個仔嘅控制欲唔止係喺呢啲方面，就連個仔嘅學業佢都冇放過。佢俾個仔安排最好嘅學校，制定咗一套相當高嘅考核標準。只要仔喺學業上冇達到佢嘅要求，佢就會非常嚴厲嘅懲罰仔仔，事後再去安慰佢，俾佢道歉。咁嘅畸形嘅母子關係，遲早係會出問題㗎。喺狄鶯嘅過度母愛裏邊長大嘅安佐，佢完全冇適應社會嘅能力，而且佢嘅性格亦都係十分嘅古怪。只要有任何俾佢唔高興嘅事，佢都會大打出手，直到自己滿意為止。咁樣嘅安佐，亦都終於一步步走向咗犯罪嘅道路。為咗俾個仔接受到更好嘅教育，安佐被送到咗美國留學。狄鶯俾佢揀咗最好嘅學校，安排咗最舒適嘅住所，俾佢最好嘅生活保障。到咗美國之後，安佐先至開始真正意義上嘅獨自生活，呢個係佢從來冇體會過嘅感覺。於是好快佢便開始放飛自我，享受脫離母親管束嘅自由生活。亦都正係因為呢一份嘅自由，安佐先至逐漸開始跑偏咗。獨自生活嘅安佐迷戀上咗網上購物，開始喺網上買各種各樣稀奇古怪嘅嘢。當佢發現網上可以買槍嘅時候，簡直打開咗佢新世界嘅大門。佢花大價錢喺網上買咗一大堆槍支彈藥，堆滿咗自己嘅屋，好似極咗一個小小嘅軍火庫。佢亦都開始每日研究呢啲槍支嘅使用以及威力。漸漸嘅安佐覺得買返嚟只係自己研究太過無趣啦，於是佢便話俾同學知自己準備用呢啲武器襲擊學校。收到消息嘅同學被嚇壞咗，於是佢第一時間把消息話俾咗學校，學校自然都係第一時間報咗警。警方好快便採取咗措施，喺安佐家中把佢抓獲。對於自己襲擊學校嘅想法同埋計劃，安佐供認不諱。加上喺佢屋企搜出嚟嘅武器，安佐好快被定咗罪，判處有期徒刑10年。自己嘅寶貝兒仔被拉咗，仲被判咗刑，狄鶯乜嘢仲能夠坐得住？佢第一時間飛到咗美國，花咗大價錢俾安佐揾咗美國最頂級嘅律師團隊，並想盡一切辦法打掂關係，不斷嘅為安佐申訴。喺佢嘅努力之下，安佐最終被殺咗200幾日就被釋放咗。出獄嘅安佐並冇被狄鶯責怪辱罵，反而係各種補償佢喺監獄裏面食嘅苦頭。呢一個時候嘅安佐明白咗，唔理佢做乜嘢都會有人俾佢擦屁股，所以佢一啲都唔後悔，甚至越嚟越狂妄自大。狄鶯回到台灣之後，安佐又繼續咗自己嘅獨居生活，有咗之前嘅經驗，佢更加嘅膽大妄為，每日就係各種豪車美女紙醉金迷。呢一演嘅生活一直持續到咗2020年，安佐覺得冇趣，為咗揾啲兒刺激，佢舉辦咗一個豪華大 party， 邀請咗佢喺美國嘅各路朋友，叫嚟咗一大堆人。派對上大家盡情嘅唱歌跳舞，盡興時刻，安佐更加係攞出咗一大堆嘅毒品俾大家一齊吸食。就喺眾人吸得正嗨嘅時候，警察卻突然闖入咗佢嘅屋企，正喺度吸毒嘅佢哋亦都被拉咗個正着。不過被帶走嘅時候，安佐十分嘅淡定，佢認為呢個只係一件小事，佢嘅母親肯定返嚟幫佢執拾殘局，佢根本唔知道自己今次犯咗幾大嘅罪。警方喺安佐嘅住所搜獲咗大量嘅毒品，更可怕嘅係喺佢屋企嘅地下室仲發現咗一整套嘅製毒工具，亦即係話安佐不但只吸毒，仲製毒買毒。呢一下事情就變得嚴重啦。
狄更了解情況之後，再次帶住自己嘅律師團隊奔走喺法院警局之間。只可惜呢一次，安佐犯下嘅罪實在太大啦，狄更根本無力回天。安佐呢一次冇能夠逃脫罪名，被判咗刑。雖然改判無望，佢仲係喊住對安佐話：媽媽雖然冇能夠幫你解決問題，但係媽媽一定會等你出嚟，帶你返屋企。直到呢一刻，狄更仍然冇意識到自己嘅問題，喺佢心裏面諗嘅並唔係個仔犯咗點樣嘅錯，而係思考住個仔出獄以後嘅生活。狄更獨自一人回咗台灣，安佐嘅新聞亦都出現喺了各個媒體上，大家都話狄更係咎由自取，包括佢嘅家人、老公，亦都係紛紛企喺網友嘅嗰邊，指責都係佢害咗細路，耽誤咗細路嘅一生。安佐入獄之後，狄更同老公前去探望過一次。狄更睇住神經恍惚、不人不鬼嘅安佐，陷入咗深深嘅自責當中。直到呢一刻，佢先至開始真正嘅去思考網友嘅指責同埋家人嘅勸阻。佢喊住俾個仔道歉，話係自己害咗佢，都係唔理佢嚇得幾咁撕心裂肺。安佐都係一臉茫然嘅盯住佢，佢嘅眼神裏邊有不解、有疑惑、有嫌棄。直到呢一刻，狄更先至真係意識到咗自己嘅問題，明白咗自己畸形母愛嘅問題所在。每一個母親都好偉大，生孩子係一個十分艱辛嘅過程。佢哋愛孩子係可以理解嘅，但係愛亦都分是非對錯，愛亦都係有界限嘅。